同款是車路的一寡爭議，屏東內埔最近因為混跨人行道引起當地居民不滿，即馬鄉公所的計劃要佇咧鬧這個內埔老街沿環遐繼續鋪新的人行道。鄉長甲相關單位去會勘的時陣，附近的店頭是攏出來抗議，認為講這已經影響到因做生意。鄉公所表示講工程已經發包，不過後續呢會辦2場說明會，甲當地鄉親好好參詳。大家可以過來一起討論。抗議！過來討論一下，抗議！居民攏大聲抗議，表達對鄉長的不滿。屏東內埔鄉公所找到下晡佇老街沿環的廣濟路和文化路進行人行道的會勘，因為這搭是內埔最鬧熱的所在，是交通重點，店面多，店頭煩惱人行道若鋪起來，生意就免做啊。大約30位的居民和頭家看到鄉公所咧會勘，攏向鄉長抗議，希望重新評估計劃。這道路根本就不寬啊，附近都是店家，你如果說客人下車不能下，他要停哪裡？2輛2200的車子沒有辦法交錯。你要做人行道，我們不反對，往內說。摕時間的圖和 Google 地圖落去比看，鄉公所目前規劃要對內埔各式的廣濟開始鋪設人行道，經過沿環了後，才有文化路，一直會到中興路，才去畫一塊啊。文化路的人行道相接內埔各種的通學步道，規個長度差不多1公里左右。附近民眾講，去年新設的人行道畫甲比車路較寬，就互因真困擾。即馬佇老街遮閣要做，因真正足無奈。他這個到這邊來，對不對？然後這邊出去，這邊是行人道。哦。你這個來買你的，一般都是會騎機車嘛。你載着，他說我們沒有話說了，他們喜歡怎樣就怎樣了。鄉親他們的意見，我們都完全接納，那沒有辦法停了，他們自己是車子都沒有辦法進去，即使這些在設計上都可以解決的啦。因為這個工程是鄉公所甲國土署申請的補助計劃，補助經費2740萬已經核定。鄉公所表示，工程已經發包，目前是先做地下廣線的會勘，後面會辦2場的說明會，閣會甲居民商談做調整。記者柯炳哲，屏東報道。